您是在担心少爺和少夫人吧？哎，是啊，也不知道這小两口啊，現在到哪兒了。嗨，少爺這方面的經驗可能少一點，但您放心，不是還有少夫人吗？是啊，锦溪啊，倒是个讓人放心的孩子。啊，您喝茶。什么意思啊？打雷了！哎呀，下雨了，怎么办？跑！哎，哦，下雨喽！哇呼，下雨了！耶！好，再见。张副总，怎么样？刚才面试了几个，这个学历和工作能力还行，就是颜值差点。哎，你说郭总也是啊，只要能胜任工作不就行了吗？非得要求那么高颜值干什么？哎，再看看吧。行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常副总，你也坐一会儿，亲自感受一下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大爷，太感谢您了，要不是您收留我们，我们可能就要在山里过夜了。这山里条件差，不像城里，蚊子又多，可委屈你们了。谢谢啊。你们聊啊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换好衣服了？对啊，我们俩今天运气真的很不错，要不是碰到这么好心的一个人家，今天晚上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。来，你们淋了雨，喝碗姜汤，去寒气。谢謝大媽。謝謝，你們歇着啊，我給你們做點吃的啊。謝謝你了。哎，好。喝點薑湯吧，淋了一天雨了，小心感冒。